果今天我被这头大腿牛打死了，把这个视频给我心爱的女人看。给谁啊？乔明娇啊，难道给那疯女人看？哎，啊，拍了吗？来了。你疯了！我爱你。再说一遍。我爱你。再说一遍。选些衣服吧，你接管那个位置后要见很多客户的。喂，不要只想着我，将来有很多应酬我要带着你一同出席的。不去。你也需要装扮一下。嗯。真佩服你跟谢创的兄弟情，连买衣服都要多给他选一套。当然了，我们要见那么多重要的客户，也不能让他太寒碜啊。哎。我想买点新的眼影和唇彩，我帮你选，走。你好，欢迎光临迪奥。你好，要试用唇膏吗？需要哪一款？我自己来吧。好。漂亮吗？漂亮，简直是惊艳四座，真让我百看不厌。就你嘴甜，是不是感谢我给你买了那么多衣服，拍我马屁啊？不是，我拍马屁也拍得很真实，我的身心、目光、灵魂全在你身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，亲一个。谁？干嘛？亲来亲去的，前2天不是要生要死吗？怎么了今天？谈恋爱不都这样吗？谁没个感情波折呀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喂，干嘛？嗯，放手！不放！放手！哎呀，放手！放手！啊！我警告你啊，别在我面前亲我妹。是。再想亲也别在我面前亲，回家亲。啊。躲在家里亲，知道吗？张嘴，看着我，我是你大舅子，你还要给我倒茶的，知道吗？这倒茶，是不是？哎！我哥吃醋了。当然了，因为谢创，亲你不亲他了。哎呀！哎呦，下狠手哎！情况就是这样。公司拖欠银行的贷款怎么会这么多？这都是金融海啸之后，
海外的投资拖累的。当年呢，老太爷把乔氏三权分立，海外市场呢由乔董负责，国内大型的商业大楼及商场由马维瞻管，民用住宅呢归陆孝征负责，想着搞成这种竞争的态势，希望三方全赢。可结果是，乔董孤掌难鸣，敌不过外姓人的牵制。难怪马维瞻、陆孝征这么跋扈，插放自己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若不是刘总监你忠心耿耿地为我们清清楚楚地记下这笔账，我们让那几个人糊弄着，你说我们怎么能知道乔氏的内幕情况？乔董死要面子，为了保住乔氏家族的声誉，在适当的形势下呢，不肯把香港乔氏大楼的地卖掉作为债务重组，反而是开拓了更多的项目，想着利用银行贷款来消债。结果呢，把乔氏锁得更紧了。这10年来呢，中国楼房地产蓬勃，新起的建筑公司管理灵活，无历史性的包袱，使乔氏呢面对了不少新的对手。夏正朗的华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今年公司啊，先接了2个大项目，正可谓是雪中送炭呢。如果这2个项目运作得好，乔氏可能起死回生。但是这中间若是出现一点差池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万劫不复了。那刘总啊，那你先回去忙吧。好。难怪纪云这么器重莫凌天。乔氏当年的功臣，如今变成了鳌拜，一味的只知道抓权，根本不管乔氏的死活。说到底呀，这还是纪云的性子太软，拿不住他们。这久而久之呢，就像体内长了个大瘤子，你想割掉吧，就得伤筋动骨，闹不好啊，还得出生命危险。唉，晚了。这也不能全怪纪云呐，他就是性格太温和了。这么多年，已经把他们养成善意妄为的工作习惯。我听我大哥说，乔氏向银行张口，也不像原先那么有求必应了。这么看来，纪云不想让金帆插手，也是不想让金帆承担这个烂摊子。金帆这个孩子的脾气坏，他怎么能知道他爸爸的一份苦心呢？难得你现在还能为纪云说话，他是不想看到他儿子看到国库空虚呀。唉，纪云呐，比金帆命好。纪云上任的时候，乔氏啊正风光，家底儿厚，所以这些年来他能支撑下来。这金帆要打的可是逆水之战呐。妈妈，我一会儿去一趟我大哥那儿，去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总是要帮金帆开拓一下他的事业才好，您说呢？这些年呢，我跟你大哥都有通电话，他曾经跟我说，你在他的银行有个账户一直没动，至今该是个很大的数目了。我呢，年岁大了不方便，就让赵后陪你去吧。哎呀，
说实话吧，这赚钱呢确实很艰难，可是花钱呢，却是轻轻松松一瞬间。我向你借了200万之后，就一直在想，这对你们有钱人来说，完全是个零花钱呢，对吧？可能是金帆的半价跑车，也可能是明娇的1季的衣服，再有可能就是乔继云1年的雪茄钱。哼，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寒酸呢？200万，这太有损你的身价了，是不是啊？谢兆厚，你不要贪得无厌。乔老太告诉我呀，原来你有好几千万存在你大哥的银行当中。哎呀，你说呢？这些钱要是在20年前，那可真是天文数字啊！可惜你装疯，没有把这些钱用来理财和投资，要不然到现在那得翻好几个亿呀！哎呀，我都替你可惜呀！这是最后一次，我再给你300万，你把那个照片和录音还给我。300万，这是你的身价吗？传出去我都丢人呐！我告诉你吧，小创跟明娇正式谈恋爱了，我要给儿子买栋楼房，因为你女儿明娇将来结婚的时候用，所以我要3000万。谢兆厚，你真是豺狼不如。哼。喂，啊，乔董，是我，招呼。那个，我跟那个燕萍啊，现在在外面办事呢，她手机没有电了，她想让我问你一声，你要不然中午有时间吃个饭？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啊好，啊，我问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啊，你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没有。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啊，那就回家再说吧，我开会呢。好，你忙，就这样，好，再见。你呀，可别这么说，什么豺狼不豺狼的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呢只是向乔家预支一些，对吧？你说这个钱呢，它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们很快就是亲家了，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啊，对不对？要和谐。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去你大哥那儿。啊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做不到你这么虚伪。很可惜，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就算乔家在我的手里毁了，那也是你的命。不要把你的花心和不负责任推到事业的借口上，好像你还为乔氏做了牺牲一样。我当然是牺牲。爸，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你们有事啊？今天哥要接陆霄征的位子，他的部属全部都要聚餐。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好，不然我跟林天就不去了。我们陪你吃午饭好不好？啊，不用理我了，我不饿。那晚饭呢？来雪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？不用管我。爸，我知道你在为哥的事心烦，不过你放心，你有我，还有林天，还有这没出生的外孙。而且，凭哥的才能，根本就比不上林天，他做不出什么大事的。来雪啊，我要的不是分化，是团结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要自作聪明了。你觉得你能看透你哥吗？连我都看不透他，你对他又会有多少了解？爸。我是看你太累、太辛苦了吗？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好的帮手。我现在怀孕，又不能进公司帮你，可不就是要指望林天吗？
你怀孕了，就在家里好好安胎嘛。那天要决定的都已经决定了。我希望你夫妇俩放下心结，好好辅助金帆。你呀，不要在各部门乱开口，把我儿子跟凌天比较，就是帮很大的忙了。我又没说哥的不是。你还说没有说过？那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呀，讲话太多了，自己说的还不记得。好了，一会儿金帆上任聚餐，凌天你一个人去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你就不要去了啊。等会儿，我约了银行的人谈事情。就这样定吧。爸，凌天，你放心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相信这个位子肯定有转机的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无论金帆再怎么冲撞你爸，他在你爸心目中，永远是重要的位置，无人取代。可是我就不希望你永远都输人家一大截啊！现在还要去伺候那个乔金帆。来雪，忍耐和等待是我们唯一的武器。我们现在在乔氏先忍一时之气，把那2个大项目做好了，我们就有钱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乔氏不是我唯一的出路，我不会像你爸一样任人摆布。我要让我的孩子以我为荣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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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乔金帆，乔氏集团中国业务区总裁，玉树临风，失敬，失敬。谢创，乔氏集团中国区业务副总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久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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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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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说。我们需要搬去肖征的房间呢，还是你搬过去，我留在这儿？以我多年的工作习惯，还是跟在你身边比较有干劲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那就一动不如一静，不变应万变，那就别搬了。乔总，这门牌最后决定挂在那办公室门外吗？你说呢？门外吧。还有莫总跟陆肖征旗下的高层来拜会您跟谢总。哦，进来，让他们进来。乔总、谢总，恭喜你们，日后请多多赐教。乔总、谢总，我是高智能项目的项目部副经理叶欢。日后跟乔总、谢总多多学习。我是关满日，我是周通，我是李百勤，我是张森。各位辛苦了，我会让 DAD 交代一下整个接洽的过程。那现在就麻烦各位去积极努力的推进自己的项目。辛苦各位了，那我们午餐会议的时候再细谈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莫总，来雪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啊，刚刚他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怕第一胎他没经验，就让他先回去了。那没事了，出去吧。好。美女大人，恭喜你跟谢创真的好了，我们也跟你一样，快被幸福淹死了。你们杂志社还有人工作吗？叫万华不要太拼命，要劳逸结合。谢创升职以后，该没有时间给你买夜宵了吧？你不跟华姐来我酒吧吃吧？我们酒吧来了一个新厨师，你们都2个星期没有来过了，你就约着大家一起来吧，叫上同事还有万华都来，好吗？发现重点了吗？重点就是我哥在不经意间很坚毅地提到了华姐3次。
你觉得他们两个有机会吗？你哥说过呀，只要肯坚持不懈，天底下没有追不到的女人。也是，可是如果连华姐都去谈恋爱了，那谁来办杂志社？其实我想把领导这个位子让给他的。你也知道，当初我来杂志社就是来玩的，什么都不懂。要不是有你们，还有谢创来帮我，我就想把自己贬成员工，了解一下下属是怎样熬出来的，真真正正的去学点本事。这样呢，谢创才会佩服我啊。爱情的力量真伟大。快看，创创给我发来的照片，看创创多有范儿。还有我哥。小姐您好，请问您几位？就我一位。好，学姐，请。来。你怎么一个人来吃午饭啊？没有去参加我哥的上任午餐大会吗？其实我一个人吃饭也挺好的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吃饭，我还有肚子里的宝宝陪着我呢。恭喜你啦，学姐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那你们慢慢吃，慢慢聊。好。妈，你什么时候醒过来？我一个人感觉好孤单呢。你说的没错，男人都靠不住。爸都多久没来看你了？他今天还因为一点小事儿，叫我不用回乔氏工作，在家安心养胎。他不就怕我欺负金帆哥吗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想找个人说说话，连可以打的电话都没有。这个世界上，我能相信的人，就只有你跟凌天了。我从美国回来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把凌天从夏婉晴的手上给抢回来。我喜欢他，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我利用他，想巩固我们在爸心中的位置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发现我越来越爱他，却越来越掌控不了他。妈，我甚至不惜自己跌下楼梯，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嫁祸给夏婉晴，这才让凌天带着项目转回乔氏，令乔氏翻身。我费尽了心思，好不容易让爸承认了我们母女，为什么我现在心里反而不踏实了？我从美国回来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把凌天从夏婉晴的手上给抢回来。所以我利用他，想巩固我们在爸心中的位置。我甚至不惜自己跌下楼梯，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嫁祸给夏婉晴。凌天，你听我解释。来雪，你别走，你别推我！啊！别拍了，来雪，来雪，来雪。来雪！
下楼梯，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嫁祸给夏文婷，这才让林天带着项目转回乔氏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怎么了？是我在问你，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工作有点累了。还是我怀孕了，所以你有点讨厌我？没有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好吧，那你累了，就先休息吧。乔金帆他要把所有人手里的项目重整，压缩资金15%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一直以为，乔氏集团是一艘缺人才、缺重组的豪华游轮，没想到，它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。没事，我会跟其他高层一样，为自己准备好救生艇的。谢创，如果把这些项目做收紧压缩，你说下面会不会大地震？不会，你只是让他们中饱私囊的过程放缓。谁要是乱动，谁就切断了自己的财路。我呢，从小帮我爸看账本看多了，你的邮件、文件都是我代签的，所以在这儿，谁吸乔家的血最多，我全都知道。乔董一直不让你碰这个位置，其实是不想你看到这个烂摊子。其实你爸是挺你的。提他干嘛？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收复失地。如果这2个项目做得好的话，乔氏就会有起色了。领导们辛苦啦！吃早餐了，吃早餐了。我的幸福来了。当当，肚子饿了吗？饿死我了！什么吃的？什么？饿。爱情真的很伟大，能让我们娇姐7点钟来送早餐。他不许我一个人邀功，怎么样？哪个圆润的吗？干嘛刚上任就这么辛苦啊？要追回以前的那些进度啊。那我以后每天来给你送早餐。好啊。办公重地，禁止谈情说爱。熬了1个晚上了，要不然回去休息一下。不行啊，我9点半就要开大会。你不用担心我了，一会儿我洗个澡就好了。好吧，那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就先回杂志社了。好吧，我会想你的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今天跟丽丽在这做采访。好。走吧。别亲我妹妹啊！我还没亲呢。办公重地啊！
我也好舍不得你啊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么早公司会有人。你也这么早啊？做开会前的准备，下去买早餐了。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等你到了，发短信给我。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想我啊。拜拜。婉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幸福吗？我很幸福啊，就像你现在一样。我听说来雪怀孕了，恭喜你要当爸爸了。谢谢你的关心。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，我们还可以站在这儿像朋友一样聊天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为什么？谢谢你帮助乔金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大哥银行那边真的没商量吗？他说他年纪大了，股权要转让，咱们这边数额太大，他扛不起。另外，乔氏在其他银行的债务，他又都了解。明白了。你知道，我们乔氏光是员工的工资，你知道一个月需要多少吗？过去我记得不超过400万吧。现在钱不值钱，光是员工的工资和开销，一个月就要2000万呢。我呢，是这么想的，年岁大了，钱不是最主要的。我想你也一样，咱们俩要把私房钱加起来，你看能扛多久？好啊，妈，那我最多也只能拿出2000万。按说呢，这乔家的事儿，不能算在你和你娘家的身上。不，妈，就当我没说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妈是明白人，没事儿的。哥，开什么会这么多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是一直不关心的吗？现在比较关心嘛。是关心那个乔花花吧？帮我一下呗。尽力吧。开手机啊。老夏，你能不能给想个办法？你就当帮我个忙，先把香港那块地接下来。等我周转过来，凭咱俩的交情，还可以再参一股。当初我跟你说，叫你不要一个人吃独食，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做，你不要，偏偏不要啊！现在转不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当初我们都想参一股，可你不带着我们玩啊。现如今我倒想把这块地拿下，可偏偏这手头上不方便。没办法，我跟他一样，我所有资金都套在2个项目当中。要不然你这块地真是划算的买卖啊！我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一块稳赚不赔的大肥肉，又怎么舍得放手啊？我在香港那边做了多大的广告，有多少大户富商拿着支票下定了？老夏，你能不能帮我再想想办法？
要不你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这块大肥肉从我嘴边溜掉，不真的很可惜吗？是不是？那拜托您一定快一点，那边债务催得急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拿去做抵押了。好，我会的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独食就是不能吃啊！你看看老彭，现在搞了一块用垃圾填的地，还以为可以盖大楼，结果被香港政府早就列入黑名单，10年之内不能盖。这次要不是我帮他设这个局，我看他死定了。哎，那你说这事儿要成了，他会给你多少好处啊？他说10，我说30。哎，我的老公绝对是一个雁过都要拔根毛的人。不是拔一根，我是拔了一把。哎，那边会不会上钩啊？那群小白兔迟早会上钩。你说乔金帆他不会怀疑吗？他怀疑什么？他高兴都来不及啊！你别忘了，谢兆后跟穆凌天都是我的人呢。只要他们加把劲儿，那就是请君入瓮了。乔氏想要拿下这块地的话，那必须调动所有资金。那这一次，可是连身家性命都赌上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然后就是，乔氏变夏氏了。笑，那么开心啊！那夏氏真的是不好意思了。突然没来由的就要去拿一块地，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？你对这块地又了解多少？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渠道，这个你就不用问了。我只能说，这块地绝对稳妥。绝对？做生意哪有绝对的？你对香港的政策了解多少？你知道这块地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吗？过2天我就会亲自飞去香港，到时候我会去看看那块地什么情况。看？怎么看？你懂看吗？怎么能只凭看就了解它的背景？你知不知道看一块地要牵涉到哪些方面啊？是，我不懂。不像某些人特别懂，这么多年来在国外买了那么多的地，到现在还压着。总之呢，我不同意你这么贸然行动。乔氏现在资金非常紧张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沉着冷静、小心谨慎。时不待人呐，做某件事的时候要当机立断。这块地上面有政府的项目，买了就开工，开了工就赚钱。为了乔氏，这块地我要定了。你，乔总，乔总，金帆又惹你生气了？他想到香港投一块地。哦，你帮我查一查吧。这块地跟彭天京有关。好的。喂，怎么样？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你不都跟你爸说了，你一定要干这事儿吗？跟他说当然要这么说了，气势嘛。但做决定还是要慎重一点的。莫凌天，别发呆了。就只有这些文件吗？怎么，有问题啊？倒不是有问题，我只是觉得有些政策的东西不太清楚。那这个就简单了，去查清楚就好了。喂，那这个就交给你吧。啊，要把香港所有的什么土地应用政策，还有这2年的所有案例拿出来。啊，好。你不是说要去看地吗？什么时候动身？尽快啊。好。说真的，
如果政策方面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你们觉得这块地是应该买，还是不应该买？买，一定要买。乔氏的翻身在此一举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